后来，这台邮轮泉州公主号已经确定有350个人为着这个武汉肺炎，其中有3个是台湾人，是一个60多岁太太甲一对爸仔囝。还有个伫咧船顶的台湾人，本来咱的政府是要包机甲因接转来台湾，但是也未收到日本的通知。离解除隔离的日子一天一天的减少，但是泉州公主号确诊人数却一天一天的增加。到底19是不是当顺利解禁，用包机载回台湾旅客，咱嘛也在等。我们这边根本也没有这个乘客的资料，是不是还有符合这个条件的？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接到日本官方的这个相关的资讯。不过，已经有3名确诊的台湾人确定我到伫19回台，包括2月初6确诊的60多岁护林人，以及少岁少家后生声批向蔡总统求助的老先生。2月14确诊被送落船治疗，想要到过2天，伊的后生家己嘛投标，还佫踮伫公主号的台籍魔术师陈志生，隔离初期还佫有讲有笑，但经过10多天，连讲话拢不时会少。那我现在还没检查，我19号怎么下船？因为你检查到结果出来，也要至少个2、3天的时间。等来台湾了后，是不是应该继续隔离？驻日代表谢中庭伫面册讲到，按照日方检疫规定，若是检验结果是阴性，就会使自由行动，免搁再隔离。但是无到1天又搁解除，讲这是防疫的专业，就看防疫中心安怎决定。那隔离是一定必要的啦。答案真清楚，随着公主号乘客倒来台湾了后，就进入14天的隔离期。虽然行动受限，但是当倒来上重要。我们台湾见，好不好？台湾见。